OK，so 2026年唔係催你跑快一年，而係教你點樣放慢一啲，而反而會走得更遠。有時慢先至係一種力量。咁總結嚟講，2026年呢個丙午年係屬於火嘅能量、熱情、衝動，但係節奏快，係咪？所以對屬於牛嘅朋友嚟講呢，呢個係所謂害太歲嘅一年。但係呢一年唔係壞事，只係提醒你有啲舊嘅模式需要調整。嗱，呢一年呢，就唔係講話死撐硬撐，而係所謂講嘅遊銀。你會發覺越識得點樣放鬆控制，就會有越多嘅開始順嘅嘢發生。唔需要做得最好，但係要做到啱自己嘅節奏。有時會覺得唔舒服㗎，但係唔係代表差，只係宇宙喺度幫你微調呢個方向。咁我哋從8個方向睇下屬牛嘅朋友，咁2026年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呢？第一就係一個自我填本 SWOT analysis。咁喺2026年咧，會係挑戰你一啲嘅慣性思維。以前可能要靠努力、靠堅持，乜嘢都可以頂住頂硬上。但係喺2026年，生活上試下，會想你試下另一種嘅力量叫做猶豫。咁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嘅力量係來自你嘅靈活性，會唔會覺得更輕鬆呢？嗱，你嘅優點係穩定、有責任感、有毅力，但係佢弱點就係固執，唔容易改變習慣。所以機會嚟講就係話，識得點樣改善系統，齊攜後輩，然之後建立新嘅合作關係。你嘅挑戰呢，就係會有好多嘅責任感而產生壓力，你可能未識得點樣放手。所以有3個建議可以提醒我哋屬牛嘅朋友嘅。第一就話審視自己嘅日常習慣，留低啲養分，放低一啲負擔。第二就係唔好咩都自己頂硬上，識得點樣問可唔可以幫我呢？第三就話預留充電時間。唔好等到攰先至休息。有條問題想問下你，就係話喺2026年，如果你少啲去逼自己，而多啲信人生，你會唔會覺得更加暢順呢？2026年。OK，第二部分我哋講下個感情同人際嘅關係。喺2026年嘅屬牛嘅朋友呢，就係感情方面會柔化你嘅心，你會開始明白到關係係唔需要控制，但係需要流動。當你願意聽多啲，講少啲。你唔好發覺到關係會自然間更加深。個問題就係話，你溝通嘅時間係你想了解對方啊，定係想改變對方呢？有3個建議可以俾你嘅屬牛朋友。第一就係話少啲勸人家，多啲聽。第二就係想感謝人家就直接講，唔好等啱時機先至講。第三就係放手俾人自己成長。你嘅平靜會令到你嘅平靜可以感染到佢哋嘅，其實。所以有條問題想問下你就係話，如果你俾人家空間走，你會覺得生活更加自然啲呢？OK， 講下健康方面啦，身體係最真誠嘅提示。喺2026年要注意腸胃、疲勞同埋呢個情緒壓力。喺害太歲一年就唔一定要外在出事，反而喺身體會提醒你需要平衡。問題就係話，你嘅身體其實係咪阻緊你，而係指引你去翻去平衡呢？嗱，3個建議啊。第一就係話3餐定時，食暖啲，唔好飲咁多凍嘢。第二就係話食完下一陣啦，幫助個消化同埋減壓。第三就係話俾自己放假嘅權利，唔好等到攰先至休息。嗱，如果你諗一諗，當你休息都係紀律之一，身體會唔會更穩呢？好啦，講下你家庭啦，少控制，多信任。喺2026年屬牛嘅朋友，屋企會係比較偏柔，所以識得越放鬆越輕鬆，氣氛同和諧。當你唔想再控制結果嘅時候呢，個愛家庭嘅愛就會自然流出嚟。問題就係喺2026年，你想屋企有啲咩氣氛呢？諗諗啊。3個建議啊，第一就係話定期一齊坐低食飯啦，講笑多過講問題。第二就係話情緒高漲嘅時間，先冷靜再回應。第三，讚人多啲，鬧少啲。你諗諗，如果你喺屋企變成一個可以放鬆呼吸嘅地方，你會覺得舒唔舒服呢？好啦，依家我哋講下財運啦。穩定勝於衝動。2026年屬牛嘅朋友財運穩定，但係火旺有時會令到你開支多咗嘅喎，就唔係代表壞嘅，只需要話你要清楚點樣管理嘅財務。簡單而言，就係富足嘅開始。問題就係話對你嚟講，財富代表安心定係愛嘅面子呢？
OK， 咁3個建議俾翻你哋屬牛朋友啊。每3個月檢查一下自己嘅固定支出。第二就係穩定積蓄，唔好太貪快。第三就係可以開拓副收入，其他嘅收入係面俾自己有個安全感。但係如果有錢可以流向反映你，如果錢嘅流量係反映你嘅內心，同埋如果覺得2026年可以俾到咩能量俾你呢？好啦，第6就係你嘅事業同埋你嘅生意，所謂學識新領導嘅方式。2026年火馬年嘅節奏會係快，牛嘅步伐比較穩，但係太慢就會出現呢個摩擦。個關鍵就唔係喺追住呢個節奏，而係識得點樣去調整呢個方法，用信任去代替控制人家，用引導去代替命令。而問題就係話，你領導嘅時間，你想掌握呢個權力啊，定係想培育你嘅團隊？咁3個建議俾翻你哋啊，屬牛朋友。第一就係話俾個團隊多啲主動權，多啲話事權。第二就係話升級嘅你係升級呢個系統同流程，去提高呢個效率。第三就係識得點樣去培養呢個接班人，令到你個影響力可以繼續延續。諗一諗，如果2026年你可以用穩定嘅能量去引導，會唔會受到得到更加嘅尊重呢？好啦，第7，我哋去睇一個外在環境。你快嘅世界入面需要嘅係定力。2026年可能外面嘅節奏會快，資訊會好多，你唔使跟住人家嘅步伐去做嘅喎，因為你最大力量就係識得點樣去冷靜。咁問題就係話你點樣可以喺忙亂中保持呢個冷靜，保持個平衡呢？3個建議俾大家屬牛朋友。第一就係少啲開太多嘅視窗，一次專注做一件事情，即係話專注係比專注係一件好重要嘅事情。第二就係話多啲行山、曬太陽，吸收下自然嘅氣。第三就係唔好急住決定喎，時間會係俾到你最好嘅答案，係嘛？所以就係話2026年你嘅平靜可以成為幾多人嘅力量呢？咁當然每一條片我哋唔可以忽略嘅就係呢個所謂嘅自我成長啦。所謂靜中見力，喺2026年係一個重新整理內心嘅一年。火馬能量會照亮你嘅火馬能量會照亮一啲你想改變但係未行動嘅部分，唔係因為壞，而只係需要時嘅，而係一個時間需要更新。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再唔逼自己，只係信自己一步一步行嘅話，咁你會點樣呢？3個建議俾翻大家屬牛朋友。第一就係話，每次喺做呢個大決定之前，俾啲時間俾自己靜一靜，諗一諗。第二就係每日講3句感恩嘅説話。第三就係學一啲新嘅嘢啦，開拓新嘅視角。諗下，如果2026年，如果你用呢個優雅代表焦慮，代替焦慮，咁人生你會覺得有啲咩唔同呢？好啦，總括而言喺條片裏邊，2026年係唔需要屬牛朋友你，唔需要去衝，但係需要你點樣攞得一個平衡。唔需要乜嘢都變晒，但係需要你去游一游。火馬年2026年就係一面鏡，可以照得到出邊可能太緊，但係邊啲係會太真。但係當時你點樣去彎曲、點樣變更嘅時間呢，就冇人可以去阻住你、阻撓你。行慢啲，深呼吸，因為你嘅冷靜就係你嘅自信，你嘅存在就係你嘅力量。好啦，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2026年嘅事業啊、財富同埋呢個內心平衡點樣攞到最佳、最有效嘅節奏嘅話，歡迎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Chat Destiny Architect， 我哋一齊將清晰變成行動，將時間變成成果，咁我喺入邊見你啦。